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2号。这一期啊，咱们聊聊就业。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前几个月啊，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社保，对吧？说9月1号开始就都得要上社保，全员社保，哪怕你在餐馆上班也要去交社保，就这意思啊。那现在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到底有什么变化呢？联合早报啊，今天啊看了一篇文章，叫中年裁员，老年上岗，强制社保催化中国职场代际困局。实际上就是前面传言的这个强制社保。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说过啊，这个社保应该要交，但是还是得分情况，就是怎么去推进这个事情，不能一刀切。你有配套的体制，对吧？配套措施。以餐馆为例吧，那餐馆人员流动性太大了，有人在这儿干2月走了，找工作又找2月，又在别的餐馆又干3月又离开了。你说这样的人社保该怎么交？等等啊，就是说有很多实际的一些操作困难，不能一刀切。很多小餐馆它就3个人或者4个人，他连去申报这个社保的这个人都没有，也就是小餐馆他也没有什么人力部门。你说一共就3个人都挺忙，还得有个人专门学习这玩意，然后跟社保部门打交道，怎么去报这个社保等等啊，这是现实的压力啊，现实困难。当然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啊。我们看这个联合早报他怎么说啊？他说22岁上岗，35岁下岗，50岁再上岗，奇特的中国职场。说强制社保进入倒计时，中国互联网上段子层出不穷，主要围绕2个年龄层，一边是中年求职者面临到手薪资缩水，甚至被裁员的双重压力；另一边无需缴纳社保的退休人员反而成为企业争相招募的香饽饽。我记得那个时候不有这个说北京的那个麦当劳吧，还有那个环球影城招聘，后面特别注明要退休人员，你必须有那个退休证明才能来。中国最高法院8月初发布司法解释，明确自9月1日起，雇主与雇员任何规避社保缴纳的私下协议一律无效。消息一出，社媒平台上关于老龄就业的讨论迅速升温。麦当劳招聘退休员工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有网民调侃啊，这未来啊7老80还得出去工作，得请假回家过60大寿。也有人对退休返聘表达不满，退休了还要跟年轻人抢，就不能拿着退休金认真过退休生活吗？尽管麦当劳迅速澄清，招聘退休员工并非新做法，但联合早报查询多家求职网站和社媒平台发现，相关职位涵盖餐厅服务员、店员、档案员、财务、安保等多个领域，月薪从3000元至6000元不等。其中不少招聘启事发布于8月的前2周，即最高司法解释发布后。也就是说啊，你这个麦当劳说巧合也没人信，更像是精心安排，更像是对吧？应对这个最高法司法解释所采取的措施。由于究竟增加了多少退休人士岗位，目前仍缺少量化数据证明，但这个司法解释引起的议论与焦虑则显而易见。与周末单休996的为常态的低薪白领工作相比，面向退休人士的岗位不仅时间更灵活，也几乎无需脑力劳动。例如说，上海一连锁面包店招聘的收银员，底薪4500，另有提成与绩效奖金，法定节假日支付加班费，唯一的硬性条件就是必须持有退休证。招聘退休人士可节省1半人力成本。对于餐饮、零售等薄利小微企业而言，招聘退休人士的经济效应很清楚。以上海为例，雇佣普通员工每月企业社保支出约2800元，即便按照上海2025年最低月工资标准2740元计算，用人单位每月也需支出至少5540元，而退休人员因无需缴纳社保，直接节省近1半人力成本。上海一家小型餐厅老板陈女士受访时坦言，强制社保政策对餐厅经营压力不小，为了降低人力成本，她只能更多的请家里人帮忙。以规避社保支出。社媒平台上，小企业主为规避社保的案例比比皆是。一名青岛网民发帖称，新规出台后，公司理直气壮不给交社保。另一四川网民则无奈表示，我妈的老板已经放话，社保自己交，不交就辞职。建筑行业从业者刘先生则向本报透露说一些小型企业通常只在生意旺季临时雇佣工人，以规避社保
保义务，而中型企业则多采用最低保障策略，只为参与投标、信用评分等所需的核心员工缴纳社保，其余员工则视为临时工，仅购买集体工伤与意外险，不足额缴纳社保在中国并不罕见。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商51社保对全国6125家企业调研发现，仅 28.4% 的企业社保基数完全合规， 28.2% 的按缴费下限缴纳， 22% 按固定工资部分不算奖金缴纳。那都是没有办法，企业要降低成本，只有国企它不需要降低成本，亏了是大头的，所以它一定是按最高标准交。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啊，就是国企更倾向于这么干，但是也有国企老板、董事长，对吧？他想做业绩，对吧？他想让上司啊觉得他管得好，这个企业居然不亏钱盈利了，对吧？为了个人业绩，他也可能去压这些，甚至啊做假账，要不然胡适里面那么多国企开始做假账的，涉及到个人升迁，所以他对吧？也有可能啊。那就开始压榨员工，给员工少交一点。事业单位公务员那就没必要了，因为他没有开这个盈利这一说啊，那他就按上限交。29岁武汉职场人士王小姐便是被克扣社保的一员。她告诉联合早报说，尽管武汉社保缴费基数月下限4494元，但她任职的2家公司均以当地最低工资的10%为她缴费，每月金额不足200元。这200元我感觉是交错了吧？你不可能能交200，那社保那交不进去啊。不过王宇倩对此并无怨言，她说我根本就不想交社保，因为交了也不一定拿得到，等到我退休的时候，给我们交社保的都没剩多少人了。这个王小姐的担忧不无理由啊。她说随着60岁以上的人群逐渐步入退休年龄，目前中国正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平均每年退休人口超2000万人，而破新低的出生率意味着未来能为退休金做出贡献的人越来越少。中国社科院2019年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到2050曾预测，中国养老金可能在2028年首次出现负数，到2035年则有可能耗尽累计结余。联合早报说啊，他说社保改革短期有阵痛，长期利于经济转型。这个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介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啊，他说强制社保实施后势必引发多方博弈，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可能需要重新分配社保成本，员工可能因此跳槽，企业可能转而招聘无需缴社保的退休人员，甚至有部分小微企业因成本压力难以为继，被迫关停。他说啊，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企业倒闭的情况难以避免，但预计是少数，更多企业将不得不承担更高的人力成本。尽管招聘退休员工在短期内能降低开支，但也可能带来生产效率下降等隐性代价。中国早期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模式推动经济腾飞，但这种路径的代价是劳动力收入长期偏低，内需乏力。他说啊，中国商品虽然价廉物美，但老百姓始终缺乏购买力，归根结底是因为收入提不上来，只能维持温饱，缺乏安全网。在他看来，随着经济发展，官方有必要对收入分配结构进行引导和纠偏。强制社保虽然不直接等同于最低工资制度，但本质上起到了类似作用。他说啊，一方面强制社保提升了劳动力的基本保障，有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供给侧改革，体现将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逐步转向以内需为支撑，劳动者共享增长红利的阶段。不过啊，傅建芳指出啊，这样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系统性努力。但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若要真正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前提是让老百姓富起来。如果工资长期低迷，那肯定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我觉得专家说的都是对的啊，就是让老百姓富起来，才能是真正的迈入发达国家行列。那怎么让老百姓富起来呢？他说了啊，进行这个有必要对收入
分配结构及其引导和纠偏。怎么得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引导纠偏呢？正好最近啊，有个专家在网上说啊，他说要把青年人工资提上去，而不是降低老年人工资。这个专家就是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康，他在一个论坛上他说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位专家曾提到，现在退休老年人工资太高，有1万到2万，甚至机关的更高，而青年人的工资才3、4千，能不能降下来？甚至专家带头降。针对这个说法，李康认为这还是在存量里面搞的思维。这个想法很好，也很高风亮节，但是能不能在增量上做点文章，说想办法把青年人的工资提上去，而不是在存量上想怎么把老年人工资降下来，这个想法不科学。但我总觉得办法比困难多，把它降下来，拉得跟年轻人一样，搞得共同贫穷，没有好处啊。大家看视频啊。有一位专家前段时间好像我从网上看到，就是说提到就是现在的这个老年人啊工资太高，对吧？这个青年人这个跟他差距太大，我工作工资才3、4千，那老年人拿到1万、2万，那么要不能降下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在存量里面搞的思维。当然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们能不能在增量上做点文章呢？我们分析一下，他们拿那1万多老年人，是有没有历史上他为国家做出贡献，为社会做出贡献，要还欠债的这种可能的？如果就工资很低啊，一个月在80年代初才40、50块钱。我们再提一句话，老人如果工资高的话，他也花不了，而且他时间也短。另外一个，老人如果真的工资很高，年轻人这个工资不高，为了买房子，那甚至在困难的时候，老人总不会看到下后辈见死不救，他那笔钱还会支持下后辈渡过难关，还能维持社会稳定呢。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的钱减下来呢？他们先付，我们后付，这也不是共同富裕了。我们要在存量怎么把你弄下来？我为什么想把青年人的工资提上去呢？我觉得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把它降下来，拉的跟我们一样，搞得共同贫穷，没有好处。大家有没有发现，对吧？现在变成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冲突了，对吧？小灯跟老灯的冲突。老灯，比如说这个胡一静老师退休金2万多、3万，但是多少，反正不少吧，不到3万，那绝对不低，不用上班，对吧？天天拿着个相机到处坐地铁，到处乱窜。而年轻人的牛马，对吧？996合着拿5000一个月，要死要活的，确实啊，你不管给人道理讲一堆啊，人家理解不了。所以这个显得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这种冲突啊，就会越来越激烈，这进而演化成什么，对吧？两个时代之间的冲突对抗，老登占尽了便宜，享尽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对吧？然后这个屁股留给小灯来擦，对吧？现在搞着这个到处都是窟窿啊，那指着小灯来补，就这意思啊。你想想吧，核心就这意思，对吧？这个也不能怪啊，因为年轻人现在压力太大，最主要是看不到希望，压力大都不重要，对吧？因为人人都要经历这个高压，对吧？就是你的一辈子，你的一生当中啊，总有一个年龄段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对吧？承受压力倒无所谓，关键是看不到希望。如果承担压力看不到希望，那你承担这压力干什么呢？所以说最近是吧，网上就很多人呢，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什么不想上班，想入社团，对吧？我不想上班，也不想种田，我想入社团，我想为，对吧，大家服务，就纯粹为大家服务啊，就这么高尚。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有好多是农民工、外卖员、工厂员工，还有自媒体从业者。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也进行了报道啊，也很有意思啊。实际上它反映个什么呢？对吧？反映着就是说还是年轻人的焦虑，就是年轻人他不仅要跟老年人比，他不满，然后年轻人又跟周围的人比，原来我现在，对吧，开网约车，我送外卖，我在这个当牛马，结果发现还有一批人岁月静好，这一下又受了刺激啊，他也想岁月静好，因为他发现为大家服务就能岁月静好，所以他就想着为大家服务啊。从数据上看啊，说进体制的愿望非常真实。这是联合早报报道啊，说截至去年底啊，这个咱们社团总数达到了1.027万人啊，1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啊是社团成员，说比上一年净增108.6万，哎呀，这数字还在膨胀啊。与此同时，公务员
报考人数逐年上升，去年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41万6千人。正在进行的2026年度公务员考试报名，虽然放宽报名年龄，由35岁放宽至38岁，但计划招录人数却减少1600人，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连续7年扩招后的首次收缩。年龄放宽，毕业生增多，意味着竞争将更加激烈。那当然了，35岁放宽到38岁，实际上我对这个是并不看好啊。就年龄放宽，逻辑上说它是好事，就按道理说，对吧？但是你关键政策好，关键是看操作。4+4好不好啊？对吧？你从道理上来说，4+4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先进的。人美西方很多地方都搞4+4，但是你到了这儿，它就变味儿了。你的4+4，人家那儿是美西方是选拔人才，对吧？综合性人才，但是到你这儿变成一个人家权贵的弯道超车的一个工具。35岁、38岁一个道理啊。你说放宽到38岁，那肯定是好事，对吧？对很多牛马来说又多了点机会。问题是人家这一放，又有多少权贵可以弯道超车了呢？所以我对这些改革啊，反正对这些没有这个配套措施的这种改革都要抱以警惕，对吧？你不知道这个后门是给谁开的，你表面上看好像是为大家打开大门，实际上是为别人开了个后门。这个大门你看得见，你进不去，牛马你进不去啊。专注于考公培训的华图教育当值 CEO 李曼清啊，对南方周末说啊，他说国考招录人数减少，给地方公务员、央国企事业单位缩招甚至停招提供了方向指引，预计未来几年会以小幅度缩招为主。也就是说啊，你像进体制，现在体制从趋势上来说，它肯定是在缩招，也就是说进体制会越来越难，加上它年龄又放宽了，再加上对吧？那这样的话，弯道超车的更多了，也就是对这个韭菜牛马来说，那是路更加艰难。在财政压力与科技进步的双重作用下，中央政府正希望逐步收缩体制内的人员规模编制。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这个咱们前面好几个节目都说过了啊。你严控这个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他给你严控这公务员去了，公务员好像在职的是少了，但是退休的多了，然后编制外的又多了，对吧？他给你玩数字游戏呗啊。根据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张军、马新荣、刘志阔的研究，2020年全国财政供养人数总数达到6846万人，总体仍在上升，但编制内的在职人员已经出现稳中有降趋势。这个咱们对吧？前面几个节目都介绍过了啊。也就是说啊，吃大头饭的人还是在增加的，只不过是有编制和没编制之分。地方上说，河南省啊，去年4月宣布除学校、医院外事业单位精简60.7%，撤销137个机构，编制精简46.9%。更早之前，黑龙江省在2018年启动事业单位改革，到2019年精简单位51%，缩编制29%，这些都是暂时的啊，一旦哪天反弹会加倍还回去，这个不用怀疑啊。有的地方啊，他提前改是因为他没钱了，来了个新领导，对吧？然后这个新官上任3把火，痛定思痛，没钱呢，那就裁吧，缩编吧。一缩完之后发现，全国其他地方都没动啊，人家还在扩编，怎么咱们这就比别人差是吗？谁还没个7大姑8大姨的？所以再换个新领导一来，对吧？一放开，然后就报复性反弹，对吧？人数不仅比裁之前多，还要加倍，完全是这样啊！你可以看，一定是这个规律啊。这个东西非得是全国一盘棋啊，都一致，都要往前推，否则的话，它就会有的地方它就开倒车，前进1步倒4步。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公务员薪资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已成为负担，甚至不得不挪用其他专项资金发放工资。这个恐怕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啊，很多地方公务员工资发不出来。中国国务院审计署2024年财政审计报告显示啊，去年全国16省175个县节流挪用41.6亿元，用于偿还当地政府债务、发放公职人员工资，就挪用别的钱来发工资嘛。这个恐怕很多地方都这么干了，你查出来毕竟是少数嘛。包括医院、学校在内的事业单位也面临类似压力。2023年21世纪经济报道澎湃新闻报道，由于医院盈利下降，河南、广西及北京等地医生普遍降薪，一些高校教师则反映
名，每月仅发4、5千工资，难以维持生活。不仅事业单位员工待遇缩水，奖金研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也在下滑。国企今年前8个月利润总额下降2.7%，国企打破铁饭碗的改革也在加速推进。去年9月，国资委要求到2025年全面实行末等调整和不胜任推出，也就是末位淘汰即绩效垫底者将面临降职和免职，无法胜任岗位者则可能被解除合同。由于这个不安全感，让体制外劳动者仍渴望围城。以上降薪缩编的消息并没有影响人们进体制的热情，为什么呢？因为外面更不安全，对吧？所以呢，大家还是觉得体制虽然不安全，相比外面还是稳定啊。因为在体制外互联网大厂、房地产企业、金融公司频繁优化裁员，几乎成为常态。财新网今年8月报道，2024年末员工为3.59万人，较2021年峰值下滑约21%。阿里巴巴截至今年3月31日，员工人数从12.4万与2022年前的25.5万人相比，缩减超过50%。报道指出优先被调整的总是35岁以上的员工，但这也在改变着年轻人的职业偏好。一名备考家乡公务员的上海高校学生说一旦进入私企，如果在35岁左右遭遇裁员，人到中年还要重新找工作，实在太不安稳。智联招聘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73%的毕业生希望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央国企，也就是73.1%的毕业生希望为大家服务，而希望进入民营企业的比例由2020年的25%降至2024年的12%，降了一半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年失业者被迫进入零工经济，也就是网约车、骑手进一步增加社会整体的不安全感。你看，据财经杂志，中国超过70%网约车司机是失业后转入，那还有30%呢，就是70%的网约车司机是失业之后被迫开网约车的那还有30%呢，那就是好多人大学一毕业就直接就开网约车了，那他都没有失业这一说人家第一份工作就是网约车。说这个经济学人9月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约有2亿人参与零工经济，占城市劳动力的40%。这些平台零工虽然灵活，但也面对收入波动、工作强度高、劳保弱的问题。他们当中许多人难以购房，难以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脆弱的就业者。这种零工化的趋势不再局限于滴滴、美团等互联网平台，也开始向制造业蔓延。传统的长期稳定雇佣模式逐渐被短期工和零工取代，零工成为制造业用工主体。多数零工没有长期劳动合同，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比如说外包吧，是吧？你看上去在某个大厂上班，实际上你是外包的，你劳动关系在什么？在那些外包公司。从城市服务到工厂车间，越来越多的人在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中感到焦虑。此时体制内相对稳定就显得格外珍贵，哪怕是工资暂时发不出来，他也愿意，他好歹有个念想。而政府对产业的监管也让不少在民营企业工作的人觉得还是体制内才更有安全感。事实上，进体制的潮流并非一成不变。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下海经商创业，10年前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公务员离职投身大厂屡见不鲜。2015年、2016年国考报名人数罕见下滑，一度还有公务员流失的讨论。但在口罩之后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爆发式突破200万人，并逐年攀升，显示在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增长换挡的环境下，人们期待进体制为大家服务，能提供一个不完美但稳定的避风港。实际上实话实说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创业，10年前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公务员离职投身大厂，这个我都经历过，所以我才一直劝年轻人还是看清楚自己，不要觉得这个体制内好像挺安稳的，这个都是假象，都是暂时的，对吧？一旦他挥刀砍人，那才叫残忍。我是亲历者我在很多节目都说过，如果你在国企、央企，对吧？如果你在体制内，在什么事业单位，一旦那个时候让你下岗，那你简直就是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从船上跳到海里，说你自己自谋出路吧。如果你大学毕业以后你就在民企、在大厂、在小企业，对吧？来回穿梭，来回跳槽，虽然是动荡不安，但是你发现你习惯了，也像是你学会了游泳，把你扔海里面的，虽然前途未卜，但是你好歹有点信心。如果你在国企、事业单位待着，真的那时候下海就相当于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从船上抛弃。你想你在一个事业单位或在国企待10
10年，你知道你的知识面有多窄吗？对吧？你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差吗？因为国企事业单位它对你的培养和在这个外面那是不一样的。哎，这就相当于那个狼，对吧？和那个猎狗的区别，和那个对吧家里养的狗的区别，都有牙，都会咬人。那你扔到野外，你看哪个生存能力更强？就这个道理啊！你不要相信什么体制内一成不变，怎么可能呢？10几年、20年一个轮回。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没经历过，所以他就坚信啊，他认为体制非常有保障，非常安全。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他没经历过。98年大下岗，央企、国企那不照样下岗吗？对吧？90年代那个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不叫公务员好吗？没有公务员这一说，对吧？或者是公务员还不这个说法不流行。那时候就是这干部对吧？停薪留职下海，为什么呢？发不出工资啊。潘石屹对吧？那个居然之家的那个老板，很多人啊都是干部啊，包括我们的加州老师都是处级下海的，对吧？人家下海开始走街串巷练气功啊，这胸口碎大石，油锤灌顶，摩托车压脑门都练过啊。哎，加州老师应该是40多岁啊，应该是个处级下海的。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对吧？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当下啊年轻人的一个困境，就业难。这个就业难，首先是面临着跟老年人的对比，然后同时对吧？你跟同时代的年轻人，很多人没有优势，家里没有背景，所以迷茫，所以很多人就绝望的喊出啊，什么是要为大家服务，对吧？不想干活了，不想上班，实际上是一种绝望，看不到希望。刚才说了啊，人总会有压力，但是如果有压力看不到希望，那确实是比较悲哀啊。实际上老年人上岗，这个在全世界不是什么新鲜事，对吧？在日本、韩国还有美国，对吧？这都有老年人上岗，老年人干活，老年人开出租车有啊，是吧？但是中年裁员，老年上岗，对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老年人上岗，那这个就恐怕是咱们这儿的特色了，独一份。专家说的都对啊，什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这个分配结构进行改革，这个咱们也经常说，但核心是什么呢？以这个社保为例啊，很多小企业、私人企业它没法交社保，一个是现实困难，第二个就是成本。那么我刚才也说了，这社保必须要解决，社保就代表了一个方向，对吧？一个给大家一个保障，每个人都应该有保障。那这个时候不能一味的把社保的这个责任呢，对吧？由这个小企业来背，因为小企业背的东西太多了，它背的成本，它实际上已经背了很多税、成本、工商、消防、各种罚款、各种经营成本、隐形成本，对吧？还有公开的这些成本，在这种高成本下，你这时候对吧？社保是应该由他们承担，但是你如果再让他承担，这关门干不下去了，压垮这个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你虽然说这个稻草有道理，但问题是你把它压垮了，那你应该把前面那没有道理的稻草啊，你给它去掉一些。你要去不掉，那行，这个稻草你自己背，大头来背来解决，而不能对吧？叫杀鸡取卵。如果这些小企业都干不下去了，小餐馆关门，那又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对吧？最后他只能回农村，回农村那就是更是问题，对吧？所以社保要解决，那看你怎么解决啊？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那些股份，那都是大头的，拿出来一些，对不对？解决这些牛马韭菜的社保不是不可以，是完全行得通。你不能解决公务员的这个社保不计成本，然后你解决这牛马的社保的时候，你在那算账算计，这个不合适，对吧？这个是最大的不公平啊，对吧？这就是也是那些年轻人为什么现在想进体制，对吧？想一心一意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啊，这个教授啊，专家说的也对，年轻人不要看老年人工资高眼红，就胡锦老师退休金啊2万多，你不要眼红。不管怎么说啊，这有2个原因啊，所以我也不赞成把老年人的工资啊、退休金往下降。对吧？我提倡啊，我在以前节目都说过了，我提倡是这些，比如说2万以上的或者1万以上的退休金的就不要涨了，每年涨2%、3%，他们就别涨了。就是胡锦老师，你说你一个月给他涨600块，胡锦老师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600块对他来说，对吧？他随便发个微博，他都不止赚600啊，他那个2万多，你给他加600，他也不会多买一件 polo 衫，对吧？他吃饭他也不会再多加个鸡蛋。但是你把这600块钱你给4个农民，一个农民一个月多150，那什么概念啊？那个幸福指数直接翻倍啊！而且4个农民幸福指数翻倍，对吧？因为农民现在120、140，对吧？有的时候150的，你给他加150，他就变成300嘛。你想想，这有4个农民，那幸福指数直接翻倍，而整个的你钱没有增加，这个是建立在啊没有对胡锡进老师采取降薪的措施，也只是说胡锡进老师你别每年涨了，这个是退休金每年涨2%、
3%、4%，大家知道吧？每年都要公布一次啊，是占2%还是3%？我看今年好像占的少一点吧，2%几，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胡一金老师，你就是比如2万以上别涨了，好，1万到2万的，你这涨1%就算了，是个意思。而那收入低的呢，给它稍微多涨一点，不就这个意思吗？这样的话啊，慢慢的大家的差距啊就会缩小，是吧？青年人的工资，那当然了，专家说的，把年轻人工资收入怎么样给他提高，对吧？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啊！大家一样穷，那有什么意思呢？是吧？你把胡一金老师那个退休金搞到3000，没啥意思，非要看着胡一金老师吃着山顿没下顿开心是吗？其实我们要追求像胡一金老师那么有钱，对吧？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正向的理解。所以这个专家说的对啊，就是不要老想着，对吧？把人家这个收入给他砍掉一半，这第一个啊，这第一层次。第二层次什么呢？就是信誉。你社保本来是一个信誉，大家记住了吧？因为我们现在交钱我们现在花不了啊，是未来22年、30年才能花。那如果你没有了信誉，这个靠什么支撑呢？对吧？我现在把钱交了啊，我这闭着眼往里交，然后我相信我未来30年以后我退休了，我能花这钱，花的挺多的，靠的是信誉啊，靠的你相信啊，是吧？所以说这个信誉是非常重要的，社保这个信誉不能动。我们如果能随便把把这些退休的人退休金给他降掉一半，那你想，这个是损害的是社保的信誉。你本来是想社保是保障大家，是通过信誉来保障大家的，结果你自己还损害自己的信誉，这是得不偿失啊！如果说你社保你真的能把胡一金老师给他降掉一半，给他发1万，那你想啊，等到你退休的时候，照样可以找个借口，对吧？把你的退休金给他降掉2%，你这不前面有先例啊？不都可以降？不是你们当时要降了吗？现在降到你头上就不行了是吗？所以它是个信誉，不能乱来。你一乱来，你把信誉毁掉了，你后面谁不会交了？为什么？你可以随便改啊，你到时候不发的有可能，对吧？你今天能降，明天就能不发。所以说啊，这个社保不是开玩笑的，不能乱降，你只能说不涨，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说来说去啊，就是年轻人现在难，压力大，看不到希望，想为大家服务，凸显什么呢？显示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社保这一块急需改善，要解决人的后顾之忧。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让一个年轻人相信他现在再苦再累，但是他一旦退休了，他跟大家都差不多，我们都一样，那么他现在他愿意苦愿意累，对不对？如果他现在再苦再累，但是未来还是看不到，以后老了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我们用俗话说啊，就没有个奔头啊，那他当然压力大还看不到希望。如果说公务员和这个其他的就大家年龄差不多，比如我工作30年，你也工作30年，我们的退休金啊差距不会太大，管你是公务员还是在私企，是吧？或者你甚至啊你是开网约车的，你是这个送外卖的，到时候退休的时候我们退休金差别并不大，国家发的这块啊并不大，你私人交的多，你领的多那是应该的，对吧？我每个月比你交多好几倍，我个人交的啊，那我退休多领是正常的，对吧？但是国家给你发的那一块大家都差不多，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说把脑袋削尖了要进体制，要为大家服务。当然了，这些说一说容易啊，这些分配结构的改革，对吧？这个保障体系这些做起来很难，所以说年轻人恐怕还有几年苦日子要过啊。所以说虽然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体制其实也不保险，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一脑门先去考公务员，想考公，对吧？大家心里隐隐约约知道这玩意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一辈子，但是呢总好过，对吧？暂时比私企要好。所以说这个眼下考公啊进体制啊还是越来越卷，竞争越来越激烈。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